我就跟大家讲一下，等一下呢，我就会随机从这里去捞一些东西来，捞出来问你。那艺术家们就针对你觉得你自己能回答的来回答就可以了，好吗？好，那我们就反过来，我们从细胞开始好了。好，我是随机抽，随机抽。如果有人很想要来担任这个提问人的角色，也可以举手跟我抢过这麦克风。好，这是温柔回馈。我们来找一下有没有问题的。好的，那现在可以先拿到麦克风。好，那这个问题有人想要问你说，对未来的作品目前有什么想法？因为刚听下来那几件作品，有一些尤其是4点之前那些，就是有警示灯做的那些作品是2020年左右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我想观者应该是想要知道说，那接下来对于未来的作品有目前有什么规划吗？或者是有什么想象吗？我目前其实我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我就有一点暂停，这边的部分就是有一点在内部整修吧，就是有点像是挖一个洞，挖，然后觉得好像不够扎实，我就在旁边再重新挖一个洞这样子。所以目前的话还没有什么想法，不过我最近是在。因为我其实私底下是玩涂鸦的，然后我最近是这1-2年时间都在发展我涂鸦那边的创作这样子，对，所以如果问的是关于这系列比较正经的艺术创作的话，就是目前还在调整。我觉得先把自己整理好，再继续创作比较扎实。OK， 好，那我们就每个讲者问2个好了。等一下，你还有第2个，第2个蛮尖锐的。什么叫做创作的诚实？创作本身有可能是诚实的嘛？对，你就主观的回答你的想法。这个创作本身是可能诚实的吗？一定是啊，一定是。不诚实的作品，其实一看就知道，我觉得就是骗不了大家的。对啊，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直白的，就是对大家看得出来。OK， 好，那我们就先暂定问2个，等会时间我们再回来继续问。好，那下一位我们就来问点点好了。点点，好，那我要来抽一下问题了。喂，等我一下。好，这个问题是问说，这些作品会被展示出跟没有被展示出，对不对？那对你的差别来说是什么？如果是那些没被展示出的草稿，他们差别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得到跟大家看不到的差别。因为他们如果说是我其实画完的话，那其实基本上他们已经算成立了啦，只是他们如果有在被做成实体的展览或东西的话，那个做出来的东西本身，那个可能更比较像是附注，就是让大家或是注释，让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想象的内容本身这样，所以他们比较算是一个附件的状态。这样回答到吗 ？OK， 如果问这个问题的那个朋友你家有疑问的话，你可以私底下继续问。OK， 好，我们这里就是做一个怎么样对接的角色，就是让你的问题能够被提出来。那如果你真的很想更了解，或者是有一些有趣的对谈，那我们等下结束后就是你们的时间了。好，那第2个问题是，你会尝试做一个完整的作品吗？而不停留在这个素描的美感中？问号这样子。完整的作品啊？对，他的问题是这样子。如果说以我本人来讲，我是觉得应该是办不到。但是如果是合作，我觉得就可以。什么？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本人要做一件完整的作品，就是大家可以
应该说可以在各种展场可以看到的那种版本的完整的作品的话，那我本人应该是办不到。但如果是我去跟别人一起合作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做出那种东西。那你尝试过吗？最后一个展览比较像是这样子，就是不想自己去做一个自我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因为太困难，所以觉得还是不需要做一个完整的作品，还是你觉得根本就是不重要？是因为太困难，还是因为做出来的东西不重要？我觉得我会选择，那时候太困难，那困难点可能有很多，比如说到底有没有展场啊，然后你有多少钱，跟工作室的大小，是这样吗？就是有些公司，如果你，比如说我做出来，比如说我做动画的，我做出来的时候，我这很了解是多么的困难，就是不是要说什么很漂亮的话，哇，很困难呢，我做到不是这样的，是真的是到一个地步，可能你可以give up，就是你做的时候很想give up，可是你就是觉得OK，try，就是如果你不尝试去做，你怎么样知道你不可以做了？你怎么样洗的时候都要做一次？就是这个想法。你是说我有没有想要做一个东西，但没有把它做出来，是因为中途放弃？当然了，我常常都中途放弃了。可是，我是说，我不知道，就是我会，只是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就是可以去坚持去做出来，成为一个比如你说的完整的作品。你会不会怎样挑战你自己？你说我会不会这样挑战我自己？挑战 ，challenge。我觉得应该是，如果我想到够有趣的想法，我觉得我会。那你从前觉得都是不是太有趣，所以就。对，通常没有有趣到那个有趣可以持续到那些条件发生的时候 ，OK， 我有办法在条件有的时候，我还觉得它有趣，所以我可以把它完成这样。因为它通常很多2-3天就会那个有趣程度就会消失。这样回答到吗 ？OK， 好，那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继续聊。那关于下一位，我们来问一下陈安。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比较生活一点的，你在海底是潜水下去的吗？那请问你潜多深呢？没有，我是浮潜啊，所以我是在上面，因为我没有学自由潜水，所以我潜多深我没有办法回答你。OK， 就是浮潜的深度而已，不是很确知道有多深的。但是你如果问我说那个深度大概多少，大概10几20米应该是有。目测。OK， 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其实我刚看了好多张，都有提到你在创作中使用留白这件事情，就是你说留白是一种视线的引导。那如果它作为一种视线的引导，它可能不一定是云，也不一定是空气的话，可是它在画面里头，它还是指涉了一个风景嘛。那我们如何去理解它？如果这些以上都不是的话，那它会是什么？或者是它是风景中的什么？我刚我在分享的时候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因为我用的语言是它是视线引导，但事实上就是我认为它有不同的功用，然后另外一种是，就是你们在水里面其实有时候会发现，就是它那个水透过海面的一些折射会有被动过。其实我在那件作品里面使用那个白色的那个白部分，其实也有点暗示那个东西。因为你也看到我那个第2章，它很多团块中间有一些很细的白边，然后所以它同时就是它没有一个
个确定的答案，就是它里面可能包含很多个层次的因素，然后那在其他的部分里面，它就不一定是指着某样东西，比如说两张长长那个立轴那个部分，就是左边那张白色的是我要让它整个松掉，所以下面是什么？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它可以是海里面，也可以就是下面不知道什么东西。对。OK， 好，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好了。好。就是有观众想问你说，水墨除了山水之外，点景跟主体间的关系很重要。像是你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你可能浮潜完之后，去到旁边的一个地方休息，它里头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圈嘛，比如说鱼啊、虾什么。但反而这些东西没有出现在作品中，那有没有什么原因？这样？没有，我只是单纯觉得这些小动物出现在我的作品里面，我会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对。OK。对。就好，那我们就谢谢陈人的回答。谢谢。那我们最后就轮回评语。好，评语这个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触睡症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没有让你的生活中发生一些可爱的小插曲呢？可爱的小插曲。其实这个病发作起来是蛮好笑的，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点搞笑的部分。那我讲一个，就是我有一次跟我同学去骑车，要去苗栗，好像要办什么营队要抢看，对，然后我骑到一半就睡着了，就是对，然后就发现我张开眼睛的时候，就是我还在正确的路上，非常幸运。OK。很可爱吗？可爱中带点惊险。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请问你刚刚在作品中大量使用了影片作为跟观众沟通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否想过也使用其他的媒材形式来表现？刚刚有2部影片嘛，其实第2部它本身作品就是影片，就是它的形式就是桌面纪录片，就是你看到的是电脑桌面的画面，对，所以那个就是作品本身。然后第1部那个乞讨郎，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媒材，像是我们在展场有印那个处方，就是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就是比较一些纸类然后设计的东西，然后有那个3D 列印的一些小小的模型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大家对那个影片有什么？是对影片有什么疑问吗？对，我觉得观众的问题可能是，就是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方式来呈现过？没有，对。对，没有关系，就是如果等一下观众对这个问题还想要更深入的，就你们可以再聊聊。好，那第3个了吗？好，第3个问题就是，观众蛮好奇说你是这个机械或者工程发展的背景嘛，对不对？那有没有想过在作品中运用哪一些部分，或者是有曾经想过的吗？有，其实我有其他比较装置类型的作品，然后它其实应用到就是我以前在做机构设计的一些小小的技能这样子，对，然后有一些，然后像是第1个那个印表机的那个作品，它其实也是用到蛮多程式或者是，对，就是程式跟机器之间的整合的部分。OK， 好，谢谢佩颖的回复。那剩下的时间呢？其实我刚刚讲过，其实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开一个开端，让大家的问题可以得以浮现就是观众在分享会的场合，不只是隐形的角色，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存在。那等一下呢，这适合提问跟回馈我会放在后面，那大家可以去阅读。那另外呢，因为现在都已经关掉了，所以我就用口述的方式。
我们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主办方会整理一个线上的共编心智图。那这心智图的用意是什么？就是希望让没有来参与的人，以及所有今天没有被提出的问题和回馈，我们可以通过线上共编的方式得到一个延续及保存。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会。那剩下的时间就让大家自由的进行交流。那后面的茶食也请大家努力的把它吃完。OK。那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好，下一次的分享会是4月16号，也正在找寻下一期的分享讲者。如果有兴趣或者是有那个想法，想要来这里自由开讲的话，也欢迎你来跟我联系。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